随着化学甲标靶治疗的进步，真侪第4期的大肠直肠癌的病人嘛会用得到控制，互外科医师有机会会用将肿瘤来完全切除。不过，因为肝脏的转移肿瘤往往有真侪粒，嘛有可能伫咧肝脏较深的所在，因此手术切除较困难。现在基比医学中心透过腹腔镜、肝脏电烧灼术，唔定会用减少肝脏实质的受损，另外嘛提高肿瘤治好的机会。转移性肝肿瘤就是属于这个大肠癌第4期的肿瘤哈，一般治疗就是以全身性治疗为主，但是如果在全身性治疗稳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机会手术切除或者是把肿瘤去电烧灼，就可以达到这个肿瘤扩清的这个目的，那就可以达成这个病人更好的这个预后跟存活率。那电烧的之所以考虑电烧灼，是因为肝脏肿瘤的位置往往不是都是在表面呢，很多就是多颗，而且有一些是在深层。那如果考虑全部用手术切除，会牺牲掉非常多的肝脏，那使到病人有肝衰竭的可能性，甚至说后续预后就是这个恢复可能会拉长。那我们用电烧灼的选择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并发症，而且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，把这个肿瘤清除，让病人有机会长期存活。基比医学中心大肠直肠外科主任周嘉玲表示，其实大肠直肠癌的患者，大约有2成会合并肝脏的转移。如果完全无接受治疗，一冬的存活率可能无到1成。但如果会用接受完整的化学药物治疗，合并手术来切除，是有机会会用治好。而且5冬的存活率会用达到35%，因此呼吁患者千万袂用放弃治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